Hello， 好耐冇見大家，又有 Philip Show 啊 ，PC Philip。今日喺海柏峰，啱啱夜晚收咗個單位，咁啊同大家分享下一個海柏峰嘅兩房開放式廚房。去邊？個位置咧就超級都方便嘅，咁就喺麥當勞後面嘅位置啦。咁呢度咧就有條扶手電梯，下邊咧就係地鐵站嚟噶啦，康城商場。咁喺麥當勞依個位置呢度，一搭扶手電梯上去嘅話咧，就海柏峰啦。咁啊，搭一次俾大家睇。先睹為快啦，因為都啱啱收到鎖匙，即係可以睇到樓嘅呢一個。咁扶手電梯一上到嚟嘅話咧，依度咧就係日後嘅 Seasons Place， 依度係海柏峰 Seasons Place 就應該依度入去嘅。咁呢度係海柏峰啦，海柏峰啦。呢度落返去就牛氣嗰邊嚟嘅。咁呢度係行入去，嚟到會所呢度一出嚟咧，樓層咧就有個泳池啊。我而家咧就身處喺8樓嘅會所樓層。公共空間都幾宏偉。現時嚟緊睇呢個單位咧，就2房461尺，咁啊叫價2萬蚊。向翻東南咯，咁啊啱啱收樓，咁啊望翻泳池，亦都露台咧向右轉咧都會望到海景嘅。原裝啱啱收樓啦，咁就露台有38尺，都比較大嘅。望翻個意大利式泳池，有少少樓罅海嘅個單位。喺呢度再慢慢地咁樣影多次個內園啦，咁啊俾大家望一望。樓底係3.5米2房，就係向呢一邊啦，就會有啲樓罅海景嘅。想放盤或者問租盤嘅價錢嘅朋友就揾我啦，多謝你哋。